西门町商圈当擂台，2名男子打成一团。金发男子被推倒地，民众经过目击，吓了一跳。2人动手动脚，在路中大声飙骂。就这样吵了好几分钟，2名男子扭打在路中。事发在19号晚上8点多，台北中华路一段。警方获报后到场厘清，原来起因是行车纠纷。还原几分钟前，金发男子骑脚踏车经过特斯拉，疑似不满对方违停，伸手朝后照镜拍了一下。就是这一下引起特斯拉驾驶不满，追上前理论，双方爆发肢体冲突，在公车站前扭打。过程当中，单车骑士也被警方发现他身上有酒气，一测酒测值高达0.81，也被依规定治单告发。东森新闻社会中心在台北报道。